不吗？要不吗？波波台，波穷地血，叫你来。大家好，我是台湾妹仔 AYO。今日咱要来讲的就是台湾有史以来上早的文字系统。若想到文字吼，咱大部分的人心肝内头一个浮出来的，应该是汉字较济对无？因为吼，伫咱即马的教育体制之下，养成咱逐个人的头壳，干那惯势看汉字，啊若看到迄毋是汉字的字吼，因为看袂惯势嘛，就会感觉讲迄拢无算字。事实上，这是一种独尊汉字的思维哦。咱台湾吼，伫足早以前就有另外一种文字系统。伫1880年代到1969年这段时间内，甚至有数十万人咧使用呢。无毋对，这就是咱今仔日的主题——白话字。在开始讲白话字之前，咱先来了解一下台湾古早时代文字发展的历史。伫欧洲人发现福尔摩沙这块美丽岛屿进前，福尔摩沙住真侪南岛语系原住民，迄阵的原住民因无发展出文字系统。所以讲，因的文学是用喙拄喙的方式咧流传。为荷兰人占领台湾了后，台湾才开始进入书面语文学的时代，就是讲会使用写的来记录代志啦。迄个时阵，荷兰的传教士有设计一套新港文 ，A.K.A 咱台湾人讲的红门仔字，这是咱台湾有史以来头一摆出现有系统的文字。伊描写的语言主要是咱台南北部族西拉雅的话。顺便甲我讲，我嘛有西拉雅血统哦。荷兰迄个时阵来统治咱台湾，主要有两个目的，因想要爱咱遮的经济资源，搁来就是想要来传教。迄阵的台湾人哪有可能听有因的语言，对无？所以因就爱用咱当地语言来解说教义。传教士因就利用罗马字来设计一套会当描写当地语言，搁简单好学的文字系统。一方面嘛是帮助因家己咧做记录，一方面用咱的话来书写圣经，当地人会当轻松看有，了解内底的意思。嘛，搁有出版一寡罗马字的教材，来甲圣经搁其他相关的册翻译做新港文。一直到尾地心讲来台湾以后，汉字才变做向时的官方文字。罗马字式的这个新港文嘛，搁伫民间继续流传使用一段时间，大部分是买卖抵出租的契约等等，有的是全部用新港文写，嘛有的是新港文甲汉字套蓝做伙咧写。虽然讲台湾历史上头一摆的书写系统新港文，伊伫19世纪的初期就失传不过过无偌久，伫19世纪的后半期，另外一个罗马字的系统白话字就出现啦。伫18、19世纪迄阵清国对西洋的传教士是采取排斥的对外政策，就是讲无欢迎恁来遮传教就对啦。所以讲传教士因就爱想讲，安尼先去足侪东南移民的东南亚地区传教，先甲遐当做基地，伫遐等候机会才去到清国。补充时间，较早东南亚地区当地华人，因其实会叫家己是唐人。伫20世纪的初期，中华民国成立了后，才偷偷改做讲华人，像 Manhurst 先生，伊本地伫马拉卡负责咧印刷，了后搁去槟城、新加坡、巴塔维亚，就是讲即马印尼的雅加达遮个所在咧传教，介厉害呢，安尼四界拍走。即个期间嘛，因为有当地的唐人咧斗相共，伊就编写一本福建方言字典。伫1837年完成出版，嘛是咱即马保存上完整、上早的咱人话罗马字字典。遮讲的咱人话就是分布伫福建的南部、广东的东部，搁台湾东南亚地区的福建话，伫台湾即马号做台湾台语。时间来到1858年，清国甲外国签订《天津条约》。正式允准外国的传教士，好来，恁会当来台湾传教其中互白话字伫台湾开始普遍使用，对台湾的白话文学造成足大影响的大功臣之一，就是啥人？巴克勒牧师啦！伊伫1857年来到台湾传教，引进印刷术。
印刷机，啊，佮有开创印刷所，或者自叮咚，就是即马大家较有听过的新楼册房。啊，毋那安尼哦，伊佮用白话字来创办咱台湾第一份报纸《台湾府城教会报》，嘛设立台南的新学院，做足侪代志就对啊啦。啊，较早迄个时代啊，资讯的交流吼，无像咱即马讲遮方便，要爱知影迄其他所在吼发生啥物代志。啊，有啥物新的发明等等，迄是足困难的。有印刷机、印刷的技术入来台湾，对咱台湾的资讯交流，啊，佮有台湾人学习新的知识，是足大的帮赞。咱台湾吼第一台印刷机是头一个来台湾宣教的马雅各医生，伊伫1880年的时阵，为英国进口，捐予台湾教会公报社来使用。毋过吼，迄个时阵敢若有即个器材，拢总有11箱安尼送来到台湾。啊，对咱台湾人来讲吼，淡薄仔伤先进啊，啊无人会晓用啦。连讲吼要甲斗起来，啊就袂晓。所以吼，巴克勒牧师啊，伊就伫过冬转去苏格兰咧休假的时阵，特别去印刷厂学刻字、排版，啊佮印刷遮个技术。吼，迄实在是足用心的呢。啊，伊转来台湾了后，嘛佫有派人去学印刷术，像安尼，总算是开始咱台湾印刷术的头一页。像头拄仔讲到的马雅各医生，啊，佫有巴克勒牧师、马偕甘威廉牧师，因小线投入推广白话字的事工，才互白话字吼伫台湾不厌生炭。台湾府城教会报，即马号做台湾教会公报，这是台湾吼头一份报纸。为1885年7月12号开始咧发行，啊嘛是咱台湾历史上发行上久的报纸哦。到即马已经130几档啊，目前吼是变做周刊的形式，啊已经发行3700几期啊，真正有够久的。啊，迄个时阵吼，19世纪末期啦，伫咱台湾爱有资源，通好去接受教育的人，才有法度读写汉字，啊使用文言文。创刊的时阵，巴克勒牧师伊伫头一期就讲：可惜恁本国的字真恶，少少人看会晓得，所以阮有设版面的法度，用白话字来印册，互恁正人看较快慢。人唔通拍算因为伊捌孔子字，所以唔免学这号的字，也唔通看轻伊，讲是囡仔所读的。你看伊讲的话吼，就会当发现一个事实，其实汉字真歹学，伫迄个时代吼，使用者有限呐。啊嘛为着因要放送教会的信息较方便呢，佮有讲要教育信徒即个使命，所以吼就爱用本土化的白话字来印册甲报纸等等，互大家吼学看字，啊嘛较有效率。啊，咱看到台湾府城教会报即个名，可能会想讲，迄内容敢是拢咧写宗教的议题？甲你讲，无遮尔简单呢。即份报纸吼有够趣味的啦，佮有像讲道德的劝说啊，台湾的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文化、交通、民情、风俗等等的消息，吼内底拢有写哦。啊，佮有天文地理、科学新知、专题报道、游记、见闻等等，吼，甚至是迄个国外的消息，像讲日本啊、甲清国啊，因咧相战，迄状况是安怎？伫报纸内底吼，拢有报道，会当讲是台湾100年来历史的百科全书。啊，迄阵吼，教会的信徒，因伫教会学会晓用白话字来读写以后，嘛甲即套白话字运用伫因的日常生活，像讲写日记、写批互厝内人，也是讲吼，迄大大细细的笔记，拢会用白话字来写。虽然讲白话字对教育普及化的贡献无分男女，毋过吼，伫迄个年代啊，尤其对女性的影响是特别大。安怎讲？因为吼，过去迄个社会对无，一般的女性吼，足少有机会吼，会当接受汉文的教育。因伫教会学会晓白话字了，毋但看有圣经吼，啊，佫会当学足侪现代的知识。所以讲吼，目前伫台湾，要是有老一辈的是大人，因吼看无汉字，干那捌白话字。刷落来，咱为读写能力的角度来看，白话字是利用有限的罗马字母，就会当描写所有台语的语词。迄学习的效率吼，绝对是比咱去学迄几万字的汉字搁较简单，对无？啊，过去农业社会的台湾，大部分的农民吼，因伫田林咧做事，
就无用袂煞，迄哪有可能讲，阁有时间互你去学捌字，对无？所以讲白话字的出现，就互遮基层的农民有机会学会晓读写能力。我家己感觉啦，白话字吼嘛是迄个年代拍开咱台湾人接触到西方世界新知的一扇门。咱即马吼做伙来看卖，迄阵台湾府城教会报内底产的文学作品有啥物内容？像讲吼，1886年这篇小说叫做《日本的怪书》。伊咧讲一个小摊的旅馆头家，互假做老虎狸的人客骗钱的故事。阁有 Grimm's 囡仔故、格林童话啦、灰姑娘有听过吼？伫迄报纸内底翻译做土摊啊，真正是足古锥，阁有台语开。阁有一篇公破大船，主要是咧讲吼铁达尼号冰船的代志。所以吼，咱若是有心想要去找以早遮的文献，就会知影讲吼，台语毋是像即马足侪人认为的讲无字通用。其实台语本地就有即套文字系统，伫100多年前就足侪人咧使用安尼，甚至是出版报纸。写文学作品，拢是用白话字来书写。台湾教会公报吼，是一直到1969年12月的时阵，因为中华民国政权发布禁止咱大家使用台语，阁有白话字，因才改做用中文来编写。毋过吼，即马嘛阁有足侪人、足侪团体咧用白话字咧出版台语的作品，像讲吼台文通信、台文网报，阁有前卫出版社等等。即几冬嘛，愈来愈侪少年人咧经营台文的社群。像我家己吼，一开始咧做频道经营社群的时阵，嘛足丢拄讲吼用台文写，迄看有的人吼真正会较少，去引来的群众嘛较少。毋过吼，这就是文化改革的即个过程，一定是一开始吼，干那一群人咧做。豆豆吼会愈来愈侪人，而且即几冬是毋是咱大家着愈来愈惯势看到台文的书写，甚至是吼台文的扛棒嘛有出现呢。咱大家吼有意识开始想要写正确的字，学写台文嘛变做一种流行哦。台文书写方式，简单甲大家小解，近代较普遍的台文书写方式，拢总有3种：转汉就是吼全部用汉字来写。转罗是全部写罗马字，阁有汉罗，正做是即马的主流，就是讲罗马字甲汉字透人做伙写。这3种吼，拢有人咧用。顺续吼，伫遮甲大家解说一下罗马字的部分吼，目前主流有2种。头一种就是今仔日小解的白话字，嘛号做教会罗马字，简称号做教罗。另外一种呢是教育部的。台湾闽南语罗马字拼音方案，简称做台罗，是根据白话字这个系统来整合。其实2种罗马字的规则，敢若有一点仔无同。以后吼有机会再搁做影片说明。因为吼我家己是认为讲白话字吼有伊特别的历史意义，而且本地就是最完整的系统嘛真好学，所以吼我是较惯势用白话字。你若想要学罗马字吼，其实紧倒一个来学拢会使。你看久啊，自然2种你就拢看有啊。我的频道第1支影片，台语的秘书上线了，真侪人吼会来跳针甲我留话讲，台语就无字通用。其实吼，你若有看这集，你就知影，迄根本就毋是安尼对无？咱有足好的台湾字系统会使来学习，这就是吼咱台湾社会即马咧共同面对的。大家人对台语的认知出现迄个知识的断层，会出现一寡迷思啦。毋过吼，咱嘛毋免怪遮毋知影的人，只要吼继续甲正确的资讯分享出去，互愈来愈侪人知影。安尼就好啊，就是讲吼，无知颠倒讲话大声啦，惊人毋知讲伊毋知，咱若是吼捌愈侪，自然就会愈活愈谦卑哦。落尾，我家己想要甲大家分享一种观念，咱台湾即块岛屿吼。自古早以来，经过足侪殖民者来甲咱殖民。我自细汉吼就足袂理解讲，是安怎咱台湾人的文明遮尔可怜，一直有一层足够的委屈伫内底的感觉。最近啊，我开始用其他的角度来思考，我发现讲吼，咱台湾其实是一个足有法度包容无共文化的所在哦。岛原的文化拢会当伫即块土地生存生存。这其实是足无简单的代志呢。若是伫现代吼，阁有迄种独尊某一种文化的观念，颠倒是吼足落伍啊啦。培养家己开放的心态，
欣赏大家族群迄文化美丽的所在。无了解的，咱就去甲学习，嘛会当互咱家己的心肝搁较开阔。以上就是今日宝宝台想要补充互大家的知识啦。我大部分的资料是参考这本《找出台湾字的故事：探索台语白话字的故事》内底蒋维文老师伊的论文资料整理甲足清楚的，有兴趣的朋友会使去买来看哦。希望咱大家拢会当正做尊重多元文化、有意识来互相欣赏的人。你若有喜欢我的影片请你多多支持，甲我试赞分享，有订我的频道。好啦。咱若有想要甲我斗内嘛做欢迎哦。安尼咱后期再会，拜拜，下班。较正经的啦。